喂，最近太冷，單個懶豬係啊，呢個滾水加啲柴魚粉，一定呢個雞粉啦，然後呢個秘密武器三色刀，有一塊這個雞排啊，係啊，叉一叉表面，然後咧直接放進這個湯水煮啊，佢把火調小，啊喂，咁樣美味滾咧，把它浸熟啊，嗰個雞肉，然後喂，那個雞咧就泡個12-3分鐘就熟了，很簡單的，係啊，你們都可以像我這樣咧，哎。躲去被窩，等一下才回廚房看。然後為什麼會煮這個呢？哇，有頭髮！哎呀，因為呢，就是有人問我啊，不會煮東西，都想煮一些就是似樣啲嘅嘢啊。咁啊，煮什麼？哎，煮這個啊，超簡單啊！喂，嚟煮數啊！嗱，攞個靚碟先撈起來。喂，有隻裝水煮咩呢？啊，我不洗砧板啊，用鉸剪，冬天不洗東西啊。嗱，這碗雞呢，你們可以提前弄好，咁樣一碗一碗。哎呀，喂，什麼麵都可以啊，我這個都是麵啊。嗱，同一時間呢，把這個湯煮滾。啊嗱，麵差不多煮熟咧，三色豆蒸煮完成。啊，這樣個湯呢就有甜甜蔬菜味，哇，完美啊！湯調味很簡單，一點點醬油。啊，冬天呢多點白胡椒啊。啊，我喜歡加一點點紹興酒。哇，嚟啊，擺個靚盤咁樣，喂，湯直接倒下去，喂，又喂再加一點點麻油啊。又喂，裡面有蔥花咧就切啦，係啊，像餐廳咁啦就會係啊。我冬天不切，加點那個青豆啦咁樣，喂，完美啊！喂，這個煮法是不是小朋友都識煮？係啊，哇！哦，